小朋友一个碗还有什么哈，然后构成一直线。 让孔明他有空间可以走出去。無論係健康的交叉，做用米嘅也條黐米線的遊戲，也係益智型的。連先來個詳細功能按用嚟教，觀音國小眼去圖書館地位，以下10件老頭牌成人的教育東西，總開路係佢用心改良的創作。其他幾項係恁先生看解牌的書，上到去解牌寫甲下教的東西，其實按樣一家親手按樣做出來，倆點是特別的嗰種的動難得啊！一到下課時間，成人哋來到眼去圖書館，睇亞隻嘅簽到自家上愛教的東西，短短10分鐘，一定就教到變進來。 去把它各个站就要一起把它推来推去，如果丢到那个里面的人就他 Q 了。他们下课都会来，然后一场简单1、2分钟或几秒钟，他们就玩得很高兴。要推的时候推，就是推快一点，然后2只手一起。 运用对，就是当你不会时，你要一直想办法，就是把它这个东西大块的东西把它推出来，就对了，所以比较好玩。对，传下来这些古老的童玩里面，它也有很多益智形态的玩具，它也可以让你动脑啦。你像那个划龙道，它可能你要在这个框框里面，要把一个大的框框拿出来，可能你要利用很多时间去思考，它有办法去把它弄出来的。 这你就会具有挑战性，你就会想说，我如何去解开这个谜团？开始。我找到了。哇，太快了，老师都跟不上了。 雖然成人嘅教育東西嗰度變化行見出現呢，不過老頭牌嘅東西做得像成人嘅來教，本年先來吃到個驕傲。然後穿過去，穿過這個線索。 用唔到嘅書庫咧，同講嘅一條他家認為係廢物嘅東西，連先來路做得用頭腦做出新嘅眼氣。這樣你就可以試看看它會不會轉。唔是3分鐘，隨路做得變出一個5、6年代成人嘅教育同講茶。我也都利用周遭的一些東西啊，像一些竹子利用人家不要，像以前人他也利用線索、鐵罐。 來做玩具，給小朋友玩，它是一種環保的精神。用線穿過去，透過葫蘆的腰部。一條東西唔係死板板嘅，做青團頭牌共用，而係揀一個新嘅想法，把一條東西變得韓國好搞、韓國親密。你看以前做的波浪鼓，可能我們現在找到的就是利用這個葫蘆瓜它來做它做出來的波浪鼓的效果又比較好。 你看它做出來的聲響啦，或是外觀啊，都蠻有藝術性的讓它又可以玩。做童顏創作22年，連先來作為貴前傾客家，談論成人的出世見來見態，每年發做出無同樣類型的東西。小孩子還小，就開始做一些會發出聲音的童玩，像波浪鼓啦。 然後就鐵罐車之類的一些童玩，孩子慢慢長大了，他會想說，他會動腦的，我就做了一些蠻多的那個益智類的，後來小孩子也越來越多，然後1個、2個小孩、3個，他們可能會互相的來玩，然後就做一些競技型的，2個人可以互動的，像彈珠台啦。創作高程度，連先來含參考書囤資料。 做出市面上已經開無碼嘅多位老頭牌嘅圖案，甚至係揀一個自家嘅想法，設計出改良式嘅創意圖案，連價位如此都各有意思。
衍生呢就蛮多种我们乡下所玩的童玩啦，不管是益智的啦，或是一些趣味性的啦，他都把它设计成台面上的，让小朋友在家里也可以玩啊，不一定就一定要在外面的泥地上才可以玩，所以也蛮有意思啊。其實林先來本單係神像雕刻師傅，有把嘅機會以對童顏產生嚟具體嘅興趣，有雕刻嘅技術，各所體創作嘅世界都做到改順序。就是說，你要懂得如何去說動刀啦、美感啦，這東西能夠保存更久，的木頭如何去選擇，就是把這些技術，然後在童玩裏面有一種發揮啦。對於開始頭粒粒做眼器，日本人啊，按他人嚟限體教成人嚟教嘅東西，都一下人很易童顏探人，還接受各界嘅邀請去展出作品。對林先來講，童顏唔但淨係教嘅東西天。然後我也可以把這個東西先人的智慧啦，把它推廣出去，讓更多人來認識，讓更多人來了解。所以其實玩具它不單單是玩而已，它還富有很多智慧，像還有很多科學的、物理的等等那些原理在裡面。談論時代嘅進步，市面上嘅眼器見有新嘅出來。古眼器唔但淨係睇市場買嘢，還個有重要嘅文化意涵。林先來唔但將本他嘅個環境看到，天天嚟為模特嘅童顏生命詳述下來，還個用眼器傳達對人對生人嘅關懷。